3、2、1，你好，吉普赛嘎古，我是伍思爱。现在开始啦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美感专辑里面的《家乡尼亚罗》，发音一下尼亚罗。这首歌呢，我的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子，就是有一次呢，我们开车去花莲的一个半山腰上露营。那一天呢，从我们出发的时候，其实天气就非常不好，然后一直到山下的时候，我们要准备上去，开始倾盆大雨，然后一直狂下，就有点像那种暴风雨。我还记得我们要准备进入到露营区之前，它是一个很长的斜坡，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很紧张，想说怎么办，就是会不会出什么状况。一直到了露营区之后，就赶快开始搭建啊，然后开始煮东西。结果天气都一直还不是很好，我始终都没有看到那边的风景长什么样子。直到呢隔天，好不容易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阳光了，然后我就开始看整个很漂亮的场景。在我面向就是左手边是海，就是七星潭，在我右手边呢，再走上去一点，其实它就是一片山这样。我有点夹在那个中间，半山腰海，然后山，所以才会有这一首歌。刚开始开头的时候，你会听到是从海浪声先开始，那就有点像在讲述说，在都市成长啊，跟在都市打拼的我，回想到家乡就会想到海浪。右边的这个山呢，就是有点像是自己在都市里面就是很努力打拼的过程，就像呢一个人他很努力的想要就是往山上爬去，要攻顶，就是要证明说我可以，我一定可以这样子。那家乡这首歌呢，其实在美感里面，它在讲述的就是乡愁。家乡它带给人家很多力量，但是它其实无形之中会有一些压力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，就是像我以前在比赛的时间，然后还有当学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其实也很努力，想要就是赚很多钱啊，然后很努力的工作，常常是在那种生活很艰苦的时候，你就会接到一通电话，或者接到妈妈、爸爸，或者是乡下有人打电话来给你，然后就问你说：“你好不好啊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需不需要什么帮忙？”那也是因为自己很想要证明自己，就很逞强，所以你知道这种会有点鼻酸，就是你其实自己过得不好，就是我总是会报喜不报忧，然后跟家人说：“没有啊，我过得很好啊。”然后甚至就是自己已经很想哭了，要把电话拿超远这样。所以说家乡有时候会带给我们动力没有错，但是其实无形之间它也是一个压力，就是非常的矛盾。但后来都会想想，其实都是我们想太多，因为家乡的每一个人，或者是家里的每一个人，他们其实都会很想要关心你，所以我到后来都会觉得说，其实我们偶尔也是要让他们关心一下，有人永远都在为你加油，为你鼓励，然后为你祷告，那你要好好的接受他们。那在这首歌里面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听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乐器，那就是大提琴。这把大提琴呢，真的非常厉害，它是由一个人所演奏，但是我们有算过那个轨道数，整个全部堆叠在一起的时候，阿良说大概总共有34轨，包括说你们可以仔细听前面啊，有那种鲸鱼的声音，都是由这个大提琴所演奏出来的。这一位呢，编曲家就是一个很棒的音乐人，是台湾阿美族的我们的朋友，叫做叶俊麟。大家都可以仔细听一下，目前都有听到大家说这首歌很好听，然后也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好，最后呢，讲到录音的小故事，真的不得不提到，大家应该都有听到有一位长辈的声音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声音吧，就是我妈妈跟女儿。那个时候呢，在跟制作人阿良讨论的时候，就说那我们可能要找大概2-3位或者是3-4位的小朋友一起来唱这首歌，就是要营造那个很多小朋友大合唱的感觉。但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还要再重新教很多小朋友唱族语歌词，它的歌词又比较多一点。后来呢，就叫了矮矮。那矮矮我们现在要来一人分饰多角，所以就会有他很可爱，就是录音的时候的那个状况，就是好，我们先让他录完他自己的声音，然后录完的时候就说，那矮矮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小男生的样子，然后他就会开始模仿小男生，说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再更小的 baby， 他就会再模仿更小的 baby， 所以听到最后面那种人声堆叠，然后剩下最后就是剩
剩下他自己单独的一位。那我也觉得阿良这个编排真的很棒，因为最后面说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有点也像是让我回到我那个小时候，就是有被修复的感觉。因为我爸爸妈妈以前都在都市工作上班，然后他们很忙。最后一段歌词其实就是说玛丽巴哈古娃娃，就是在讲说爸爸妈妈都回来了，我身为小孩的我很开心这样。那今天呢要来学的阿美语小单字，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Niaro， Niaro， 家乡的意思。那第二个单字呢就是法鲁祖，法鲁祖，法鲁祖什么意思呢？心的意思。这样子学会了吗？ OK， 喜欢我的分享呢，请继续锁定我的频道，别忘了记得。还有，最重要的是美感专辑，请听10遍。谢谢阿赖，下次见。去放